自2026年2月1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信仰的危机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申命记》第31章第1节到30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31章，摩西继续对以色列人讲：我已经130岁，袂当搁领导恁。上主捌对我讲，你袂当过约旦河。上主恁的上帝会伫恁的面前带恁过去，消灭这个族，互恁占领因的土地。照上主所讲的，约书亚会带恁过去。上主会对待这个族，亲像伊以前对待阿摩利人2个王西宏甲噩，以及对待因的国家共款，甲因完全消灭。上主会将因交互恁，恁着照我所吩咐恁一切的命令对待因。恁着勇敢壮胆，毋免惊因，毋免因为因恐慌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会甲恁做伙去，袂离开恁，袂放杀恁。摩西叫约书亚来，伫以色列众人的面前对伊讲：你着勇敢壮胆，因为就是你要带这个人民入去承接上主对因的列祖立誓要互因的地。上主要行伫你的头前，甲你同在，袂离开你，嘛袂放杀你。你毋免惊，嘛毋免忍。摩西将律法的册写好，就交互跟上主约柜的利未人做祭司的，甲以色列的长老。摩西命令因讲：特别满7年，伫免除祭物迄年的大了节，以色列众人来到上主恁的上帝所竞选敬拜伊的所在。迄时，恁着伫以色列众人的面前大声读这个律法，互因听。着召集人民，无论查甫、查某、囡仔，以及恁城内的外族人，互因拢听，互因学习，通敬畏上主恁的上帝，切实遵行这个律法每一句话，嘛互遐个还毋捌律法的后代，拢会当听着，通伫过约旦河去承接做产业的地，一世人学习敬畏上主恁的上帝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无偌久会离开世间，你叫约书亚来，甲你做伙徛踮会幕内，我要交代伊任务。摩西就甲约书亚去徛伫会幕内。上主伫会幕内，伫云条中显现，云条停伫会幕门口的顶面。上主阁对摩西讲：你得要转去你的列祖遐。你死以后，这人民会伫因入去的所在，服侍迄所在的外族神明，行邪淫，去杀我，违背甲我立的约。迄时，我会对因发生气，去杀因，面越走毋看因，因会受吞灭，拄着真侪灾祸患难。迄日，因就会问讲：咱拄着灾祸患难，是毋是因为咱的上帝无甲咱同在？迄日，因为因拜别个神明，作恶多端，所以我一定面越走毋看因。当你着写即首歌，甲人民唱，用来教示以色列的后代，做我指责以色列人的见证。
我带因进入我对因的列祖立誓，要互因迄个留恁甲蜜的地了后，因会食甲肥足足，偏往别个生命服侍因，煞看轻我，违背我的约。到因拄着灾祸患难的时，这首歌会做我指责因的见证。因的后代会继续唱这首歌，袂记得。虽然我还未带因进入我立誓要赐予因的地，毋过我已经知因的心思念头。迄日，摩西就写这首歌，用来教示以色列人。上主吩咐论的囝约书亚讲：你着勇敢壮胆，因为你要带以色列人入去我立誓要互因的地，我要甲你同在。摩西将这个律法一册写清楚，就吩咐跟上主约柜的利未人讲：这个律法一册着系伫上主恁的上帝的约柜边，通做指责恁的见证。我知恁是悖逆、心硬、固执的民族，我今仔日要活地甲恁做伙，恁都会悖逆上主，何况我死了后，着自责恁所有支族的长老甲官长来我遮。我要将这话讲互因听，嘛要叫天叫地来证实恁的毋对。我知我死了后，恁会彻底败坏，偏离我所命令恁着行的道路。将来恁会拄着灾祸，因为恁会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惹伊生气。摩西将这首歌对头到尾念互以色列会众听。信仰的危机，伫牧会中，捌前往探访一位已经离开教会生活数十年的兄弟。起初，和兄弟开讲一寡日常生活话题，甲近况的时，伊拢显得真热情。后来，我开始讲到信仰话题时，伊随时抗拒，直接讲：“莫甲我讲信仰啦！我感觉上帝一点仔都无疼我，伊早就离开，毋睬我。”问来问去了后，才知影这位兄弟是第四代基督徒，伊阿公阁是参与教会开拓的长老。原来，这位兄弟自细汉就有参与教会生活，毋过读高中以后，为着升学，拜礼拜拢爱去补习，就渐渐离开教会。伊的父母体贴伊学业上的压力，对伊的信仰生活毋捌要要求，所以伊也无去教会，也无读经祈祷。对伊来讲，信仰甲教会生活一点仔也无重要。直到伊出社会开始工作，因为拄着真济无顺遂，就开始埋怨上帝，认为因阿公虔诚敬拜、热心服侍上帝，上帝却无赐福伊，互伊遭遇种种困难。迄时我伫想，这是偌尔大信仰危机。当人为着一切的遭遇伫埋怨上帝时，敢捌想过是家己先选择离开上帝，无爱上帝？现在人有啥物立场讲上帝离开，无爱家己呢？申命记31章讲到，摩西对上帝得知将来以色列人的后代所要面对的信仰危机，伊深知信仰传承的重要。当摩西120岁的时，伊知影传承交棒的时间到啊，就将伊的责任传承予约书亚。
摩西虽然交棒，却一点仔也无得用。伊用心甲上帝律法写落来，交互利未祭司和以色列正长老。摩西佮吩咐因，每到7年的尾1年，爱甲律法摕出来宣读，教导人民遵行，佮强调以后一代接一代拢爱安尼行。可惜以色列人的后代伫传承上出真大的问题。士师记第2章30到31记载，迄代的人拢死了，后一代的人起来，因毋捌上主，嘛毋知伊为着以色列人所做的事。以色列人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去服侍巴力。信仰的危机真正伫以色列人的后代中发生。台湾早期伫教会中流传一段话：一代兴，二代成，三代默默无名，四代你请我无用，五代神明满厝经。这段话真实讲出信仰传承一旦出问题，就造成信仰的危机。摩西的信息伫今仔日犹原提醒咱，对信仰的危机爱有教育的敏感度。今仔日的基督徒也常常迷失伫追求丰衣足食、舒适生活的无形中，直到忽略信仰传承的重要。咱应当伫生活中更较重视上帝的话语，佮用心带领咱的后代做伙学习，遵趁上帝的话语，活出敬畏上帝的性命。默想，伫生活中我通安怎做，免得家己和后代离开上帝，生命陷入信仰的危机。伫生活中我通安怎做，免得家己和后代离开上帝，生命陷入信仰的危机。咱来祈祷，主爱的主，求你怜悯我，赐我信心，互我通教育重视信仰的传承，赢过追求世间的一切成就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